免不在招美部客栈，门客栈，分明话，苍狼打咋会？苍狼，打咋会？打咋会？并且。并且做耶稣带光，爸，你莫讲，那天我借你来姑娘。那一点，节制，你来姑娘，苍狼打咋会？并且做耶稣带光，那一点这几年来，姑娘，苍狼商量，那个是商量，打咋会？大家注意，并且就是闭着，做耶稣带光，带个打就是杀，打和斗两个意思不一样，打是杀，斗是打，光就把打丢掉的意思，光丢掉的意思。那天节几年来过节的来日子，姑娘你跟你过节的日子杀人，苍狼打咋会？并且做耶稣带光，那天这几年来姑娘要煮酒，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，啦啦啦。